后来继续来看台中的太平一栋4层楼仔悬的透天厝，这个1楼的分2担，2半暝的1点火烧厝，消防队赶到位，把内底9个人全部救出来。厝主讲，这1楼是分租予一对姊妹仔开分2担，2姊妹仔拢是单亲妈妈。这个火警发生的时阵，32岁姐姐甲3岁查囝。30岁妹妹甲6岁查囝，还佫有进前一天，才为屏东来到台中要看孙看查囝的63岁妈妈，拢送病院插管急救，讲真有可能是空压机故障引发着火灾。消防员入去火场，甲民众救出来。着火是这栋透天厝1楼的冰冷担，浓烟一直沁出来。去用救出来人讲内底还有人。2个大人，1个小孩。还有2个大人，1个小孩。楼上。看到4楼还有人，然后我们有跟警消说楼上还有人。这栋透天厝住9个人，消防队冲入去火场，甲人一个一个救出来。有一个8个月大红婴仔，小可受伤送病院，但是伫1楼住3个大人，还佫有3岁和6岁囡仔，其中2个大人、2个囡仔意识无清楚。从差不多跑下来，开门就看到浓烟，我就赶快再跑上去啊。厝主讲透天厝拢总3楼，因住伫2楼和3楼，1楼租予一对细厝的姊妹仔开冰冷担，2个人拢是单亲妈妈，姐姐32岁，查某囝3岁，妹妹30岁，查某囝6岁，经济状况正常，厝主嘛有准时啦。迄天透早63岁外妈佮对屏东起来倒带囡仔，拄着火灾。早上是他妹妹在顾啊，晚上是他姐姐在顾，12点半1点的时候，所以火警是1点多嘞，哎对，刚关门没多久就起火了，哎对。2姊妹仔和2个囡仔送病院了后，囡仔和姐姐恢复意识，但是妹妹和外妈即马搁伫监护病房抢救当中。消防员到现场调查了后讲，着火地点是1楼的冰冷担内底，瓦柜台壁边，可能是这台空气压缩机着火，但是详细原因爱搁调查。